核三敢要停拍，嘛是8月23要公投。支持派代表人和适当市长董子贤，伊批评台电为政治服务，害台湾的发电成本真悬，拖累产业的竞争力。按反对核能的团体是强调讲，国际趋势是再生能源，绝对不是核电。 核三中客公投下日23点场，台湾环境保护联盟顶评团举行反核游行，强调再生能源是世界潮流，核三厂不应该无人中客。台电的董事长也讲过，台湾的再生能源的发展呢，未来我们是可以期待的。而且我们知道，核能是在全世界来讲，它并不是一个再生能源。 不过，这摆公投政府代表和小董事长董子贤批评台电大量启用天然气发电，造成经营了结，才是真正影响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。 台湾话讲，你若袂晓划价啊，你若袂晓顾价哈，应该爱抬头啦。财务亏损不是基层员工、基层干部的错，谁的错？这是能源政策的错。我呼吁让核能加绿能啊，这样可以增加台湾的经济竞争力。 董子贤表示，小团发电虽以排放 PM2.5等于是替大气站做粪扫场，认为真正的世界潮流是核力共存。也毋过反对核三中客的电影呼吁，核安无保证，无法处理核废，都不应该使用核电。现在的处境并没有变啊，核三厂一样位在危险的地震带嘛。好，那另外高阶核废料也没有最终的处置厂嘛，连选址各种的程序都还没有开始。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个6%的电力，贸然的做这个行动？ 最终处置只是核废处理的其中一种方式。法国认为核废料的干式储存，它可以当做下一代子孙的再制燃料棒，也就是说，核废料不是废料，它是下一代子孙的资源，这是循环经济。 伫8日3公投进前，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国民党调委甲杜军也安排伫20去平龙关乡村镇考察核三厂阁继续运转的准备情形。也毋过伊强调，这只是一般性的考察，立委毋是评估中客核三的人，无需要过度政治解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